大家好，歡迎收睇《港九往事》。2025年6月，高等法院收到一份破產申請，被申請人係已故鋪王鄧成波。呢個名一出，成個地產界都嘩然。鄧成波，波叔嗰個一生叱咤香港樓市巔峰時期，坐擁800億身家，手握200幾個物業嘅傳奇人物，離咗世4年之後，竟然淪落到要被債主告上法庭。更加諷刺嘅係，佢嗰個一直欽定做接班人，用自己英文名 Stan 嚟命名，成個集團嘅細仔鄧耀升，而家要以遺產代理人身份出庭應訴。一號養3代嘅神話，傳都未傳到第3代，就已經瀕臨破產。一代鋪王身後蕭條至此。呢個係一個關於白手起家同敗家仔嘅故事，關於時代紅利同周期反噬嘅預言，更加係香港夢由盛轉衰嘅縮影。話說波叔離世至今4年，佢嘅仔仔地已經賣咗超過100個物業，套現超過300億。但呢啲錢去咗邊？答案係利息。據知情人士透露，鄧成波家族嘅物業大多做咗3按甚至4按，部分貸款嚟自財務公司，年息高達30厘。保守估計，家族每年淨係利息支出就高達20億，即係話佢哋每日一擘開眼就欠銀行同財仔548萬。更慘嘅係，賣樓還債嘅速度根本跑唔贏利息滾雪球嘅速度。2024年到2025年間，家族物業平均貶值5成到8成，每賣一棟樓就係賬面上實實在在蝕幾千萬甚至幾億。於是就出現咗呢一個黑色幽默嘅局面，賣得越多蝕得越多，唔賣利息食死你。要理解鄧成波後代嘅敗家有幾離譜，首先要知道佢當年發家有幾勵志。1934年，鄧成波喺廣東佛山南海九江出世，屋企窮到飛起。5歲嗰年，老豆過咗身，阿媽喺工廠做嘢，獨力養大佢。細個時候嘅波叔，成日企喺茶樓外面等人食剩啲飯俾佢。多年之後，佢接受訪問，講起嗰段日子，話自己必須要諗啲有創意嘅方法先至生存到。呢一種喺貧窮中求生嘅經歷，練就咗佢一生最重要嘅本事：嗅覺靈敏，敢賭敢搏。16歲嗰年，波叔開始做霓虹燈招牌學徒，香港人叫電燈仔。呢份工雖然辛苦，但係好啱時機。50、60年代嘅香港，霓虹燈招牌遍地開花，成條街都係五光十色，俾呢個城市贏得咗不夜城嘅美名。做咗10年學徒之後，波叔喺長沙灣長發街13號開咗第一間屬於自己嘅霓虹燈招牌鋪。據老街坊講，當年嗰條街嘅霓虹招牌幾乎都係佢做嘅。就係咁，波叔靠住霓虹燈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但好景唔長，70年代開始，新式商業大廈禁止外掛霓虹燈，行業急劇萎縮。換轉，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淪，但鄧成波唔係普通人，佢展現咗自己一生中最重要嘅特質。喺一個行業未落之前，已經湊到下一個風口。佢將目光投向咗房地產。70年代初，30幾歲嘅波叔首先係炒賣樓花入手。嗰時候香港推出樓花制度，即係先交訂金，分期付款嚟交易期房。呢個催生咗空手套白狼嘅賺錢法。炒賣樓花名額，波叔喺西環炒賣樓花賺到盆滿缽滿。但佢唔係一個淨係炒賣嘅投機客，佢有更大嘅野心。30幾歲嗰年，波叔同朋友喺觀塘夾份開咗間酒樓。呢個本來係細生意，但反而成為改變佢命運嘅契機。打點酒樓期間，佢成日接觸到附近商鋪買賣嘅資訊，逐漸迷上咗炒鋪。用佢自己嘅話講，我叫啲鋪作靚女，每日都想睇，買唔買都睇。呢句話後來成為香港地產界嘅經典。一個男人對商鋪嘅痴迷，竟然可以用追女仔嚟形容，可見佢幾咁投入。到咗70年代中後期，波叔已經唔滿足於淨係買賣鋪位，佢開始玩一套更高端嘅操作，改造物業提升價值。
佢擅長將商鋪改頭換面，或者將大面積物業改造成商場，提升物業價值同租金，再喺合適嘅時候沽出，一次過賺取升值差價。呢套打法成為咗佢日後封神嘅秘訣。波叔最經典嘅一役就係旺角電腦中心。呢個案例值得詳細講，因為佢展示咗波叔點樣由一個普通炒家變成真正嘅鋪王。1990年，波叔用6000萬港紙買咗旺角奶路臣街8號嘅豪門酒樓，一棟破爛嘅3層高舊樓。嗰棟樓前身係50、60年代嘅域多利戲院，70年代重建之後，基座做咗豪門酒樓，上面係住宅。到咗90年代初，呢間酒樓已經日薄西山，生意慘淡。一般人買咗呢種樓，頂多執靚啲，繼續做餐飲，或者拆咗重建。但係波叔唔係咁諗，佢睇到一個更大嘅商機。個人電腦嗰時候係1990年，DOS 系統仲係主流，Windows 啱啱嶄露頭角，個人電腦啱開始由昂貴嘅身份象徵，試探性咁走入尋常百姓家。波叔敏銳咁嗅到呢個風口，佢發現九龍區域缺乏集中嘅專業電腦市場。深水埗有高登同黃金，但旺角呢個年輕人聚集嘅地方，竟然冇一個專業電腦商場。於是波叔揾嚟有商場醫生之稱嘅策劃師沈永年，再斥資1200萬進行徹底改造。佢哋將成棟樓清空，重新設計成3層高嘅主題商場。入口上方裝咗一塊闊18尺、高5尺嘅電視幕牆。嗰時候呢種嘢喺香港絕無僅有。地下長期設有展覽攤位，介紹電腦產品。樓上有大概70間商戶，專賣電腦硬件同周邊配件。1991年12月，旺角電腦中心正式開業。開業嗰日，成條街都係人，發燒友擠爆成個商場，密密麻麻嘅櫃台，如同精心設計嘅迷宮。空氣中永遠混合住電腦風扇嘅低鳴、焊接電路板嘅鬆香氣同嶄新塑膠外殼嘅味道。雖然環境略顯嘈雜擁擠，甚至通風唔好，但正係呢種獨特嘅氛圍，精準咁擊中咗當時追求性能、熱衷 DIY 嘅香港科技愛好者。對佢哋嚟講，親手組裝一台性能強悍嘅電腦，其成就同炫耀價值，絲毫唔亞於買一架新車。旺角電腦中心嘅成功絕非偶然，佢佔據咗旺角呢個年輕人聚集、消費力旺盛嘅核心地段，提供咗由 CPU、顯卡到機箱電源嘅全品類一站式專業採購體驗，營造咗一種無可替代嘅、充滿探索同交流樂趣嘅發燒友勝地氛圍。高峰時期，波叔淨係靠呢個商場嘅租金收入，每個月就穩穩地入賬280萬。租金漲幅俾人調侃為比 CPU 嘅頻率提升仲快。旺角電腦中心徹底重塑咗香港人嘅電腦消費觀念。原來專業實惠嘅電子產品唔係百貨公司嘅專利。旺電因此成為嗰個時代香港跳動嘅電子心臟。佢嘅光芒甚至催生咗沙田、荃灣、九龍灣等地競相模仿嘅科技商場熱潮。波叔都因為呢個項目正式確立咗鋪王嘅地位。一棟6000萬買入嘅破酒樓，變成每個月租金收入280萬嘅黃金商場。呢個就係波叔嘅本事。但波叔嘅人生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佢曾經2度企喺破產邊緣，又2度絕地翻身。第一次係1997年金融風暴。回歸之前，波叔瘋狂擴張，準備將成功集團推上市。到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佢已經擁有超過100個鋪位同多間商廈，總市值超過73億。嗰時波叔租場滿誌，以為好快就可以成為上市公司老闆。但天有不測之風雲。1997年7月，泰銖暴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好似骨牌一樣，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一個接一個倒下。10月，風暴登陸香港。香港樓市由1997年到2002年暴跌57%，恒生指數由高峰期嘅16000幾點跌到6000幾點。
波叔嘅上市計劃即刻泡湯，資金鏈斷裂。最慘嘅一單係佢向東方紅購入永安百貨原址，嗰時佢已經俾咗4000萬訂金，但金融風暴一嚟，樓價暴跌，佢發現如果繼續呢單交易就會蝕到一仆一碌，點算？波叔用咗一招好有爭議但好有效嘅方法，踢契。所謂踢契就係入稟法庭，以物業圖則唔準確或者業權唔清楚為由，要求同業主取消交易並取回訂金。呢招喺法律上係合法嘅，但喺道義上就好有爭議性，因為好多時候物業圖則嘅不準確可能淨係差幾尺，業權嘅不清楚都可能淨係技術問題。但係當樓價暴跌嘅時候，買家就會放大呢啲問題，用嚟逃避交易。波叔喺金融風暴期間不斷入稟法庭踢契，竭盡所能挽回損失。但係即使咁，佢最後都係唔能夠取回永安百貨嗰單嘅訂金，仲要賠7000萬，一單生意虧咗1億1。除咗呢單，佢仲有好多單交易因為市況惡化而蒙受巨額損失。到2003年，情況去到最嚴峻嘅時候，沙士爆發，香港樓市雪上加霜。波叔已經欠咗花旗銀行大概40億按揭貸款。嗰段時間，佢成晚瞓唔着，四圍撲水。好多同行都以為佢呢次真係頂唔順，但波叔又頂住咗。沙士過後，香港政府接連減息，樓市觸底反彈。波叔捉住呢個機會，壯士斷臂。佢喺2004年1年之內，幾乎將所有物業清空，淨籌大概30億還債。其中最痛嘅係要賣咗佢嘅親生仔旺角電腦中心。2004年3月，波叔用3.93億將旺角電腦中心賣俾大鴻輝，淨賺3.4億。但對佢嚟講，呢單買賣唔係賺咗幾多錢嘅問題，而係割捨咗一個每個月穩定入賬280萬嘅聚寶盤。賣咗之後，波叔好長一段時間都唔想經過旺角，因為一睇到就心痛。3年之後，呢棟樓再轉手俾新加坡吉寶置地，估值已經超過7.5億，但嗰時已經同波叔冇關係。雖然話係壯士斷臂，但波叔並冇放棄。所謂經一缺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壯士斷臂之後嘅波叔意識到雞蛋唔可以放喺同一個籃子，必須盡拓門路。佢開始留意政府嘅政策方向。2009年，機會嚟咗，香港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容許業主將老舊工業大廈改造成商業或者酒店用途。人哋仲喺度觀望，波叔已經出手。佢深知香港製造業已死，嗰啲70、80年代留低嘅廠房，大部分都空置或者半死不活。而家政府開綠燈俾人改造，呢個就係商機。波叔開始大舉收購製造業時代遺留落嚟嘅廢舊廠房。屯門天祥廣場2005年用大概3600萬美金買入廢棄塑料廠，改造之後2年後3倍價錢出售。葵涌打磚坪街成功中心2008年用2億買入，半年之後活化政策出台，即刻為該廈申請升級改造酒店，轉手賣7億，5倍回報。觀塘長江電子工業大廈2009年中用大概1.8億買入，改造成到 Wave 綜合項目，包括商廈、商場同商務中心，再用大概10億賣出，又係5倍回報。呢套買破廠房、申請活化、翻新轉售嘅打法，令波叔由負債40億嘅險境，一路衝到身家幾百億嘅巔峰。到2016、2017年，佢甚至斥資過百億入市。2019年，佢嘅資產規模去到歷史最高點，物業總值超過730億，名下項目超過200個，包括14間酒店，遍佈港九新界嘅商鋪、工廈同商廈。嗰一年，佢已經85歲。講到呢度，就唔可以唔提波叔嘅家族。佢有2任老婆，分別生咗3個同2個仔。除此之外，仲有1個私生仔，直到佢嘅葬禮先至首次曝光。
呢個複雜嘅家族結構埋下咗日後內鬥嘅種子。大房三仔第一任老婆所生，大概1960年結婚。長子鄧耀宗年過60，負責打理家族老牌公司成功集團，持有10%股份，性格保守，接近退休年紀，喺家族決策中影響力有限。次子鄧耀文90年代曾經俾綁匪擄走，呢件事之後變得格外低調，而家負責家族所有工程業務，係2名遺產代理人之一。三仔鄧耀輝唯一冇喺家族公司做嘢嘅仔，自己開咗眼鏡連鎖店，行獨立創業路線，同家族生意保持距離。二房兩仔第2任老婆葉少平所生，80年代結婚。葉少平比波叔細成30年，年輕靚女，據講當年係波叔嘅秘書。四仔鄧耀邦5兄弟中學歷最高，擁有博士學位，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負責家族餐飲同酒店業務。五仔鄧耀星，英文名 Stan， 畢業於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俾波叔欽定做接班人，創立並且執掌星域集團。留意呢個名就係用佢英文名嚟命名。佢係2名遺產代理人之一，都係故事嘅核心人物。仲有私生仔鄧耀雄，阿媽係波叔嘅紅顏知己徐月。2021年波叔葬禮，一個署名兒子耀雄嘅花圈首次曝光咗佢嘅存在。佢冇出席葬禮現場，據悉未結婚，喺家族中地位尷尬。波叔生前最疼愛嘅無疑係五仔鄧耀星，佢曾經公開俾個仔打90分，盛讚佢不煙不酒，工作認真。耀星結咗婚之後，仍然同老豆住埋一齊，每日喺餐台前傾生意，直到86歲，波叔仲保持住黎明時分喺海邊游水嘅習慣，每日同個仔見2次面商議業務，一切睇落都係完美嘅傳承劇本。但問題就出喺呢度，鄧耀星唔甘心淨係做一個包租公，收租呢門生意，老豆玩咗40年，玩出咗800億身家，但喺耀星眼中呢個太老派，佢有更大嘅野心，成為酒店大亨，將家族企業推上市。呢個野心本身冇錯，錯嘅係 timing 同執行方式。2015年開始，耀星開始大舉擴張。首先係日價6.2倍收購上市公司松齡護老集團，計劃進軍內地養老市場。呢單收購本身已經好有爭議性，因為日價太高。但耀星覺得養老行業係未來，香港人口老齡化嚴重，呢個係南海市場。跟住由2016到2018年，耀星斥資過百億購入多間酒店物業。2018年，佢用11億買旭逸旺角酒店。同年10月，再用11億向英皇集團購入油麻地旭逸酒店。短短2年間，佢喺酒店業嘅投資超過150億。佢嘅計劃係將家族酒店房間由3500間擴展到5000間，然後喺2021年打包上市。佢甚至已經同投行傾緊上市細節，準備募集資金進一步擴張。嗰時耀星做坐滿志，覺得自己終於可以超越老豆，唔再淨係做一個收租佬，而係做一個真正嘅酒店業大亨。問題係佢賣喺歷史最高點，2018、2019年香港酒店業嘅價格去到歷史高位，好多人都覺得太貴，但耀星唔理，佢覺得旅遊業長期向好，呢啲投資一定會升值。佢仲向財務公司借貸，年息高達30厘，用嚟加快收購步伐。呢個就係第一個致命錯誤，用高息借貸買喺高位。第二個致命錯誤係佢大部分酒店都未裝修好，就遇到咗黑天鵝。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香港旅遊業遭受重創，好多佢買落嚟嘅酒店連裝修都未做就陷入困境。耀星嗰時仲抱住幻想，以為風波好快會過去。但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香港旅遊業幾乎清零，酒店冇訪客就冇收入，但利息一分都唔少咁喺度滾，每個月幾千萬利息支出，
好似無底深淵咁吞噬住家族資產。更加要命嘅係，嗰啲養老項目都陷入困境。松齡護老集團本身經營就唔理想，耀星收購之後都未扭轉到局面。而家疫情一嚟，情況更加惡化。2022年，佢哋唯有將松齡護老集團持有嘅超過50%權益出售俾華懋集團，回籠至少4.2億資金。但係呢個都係一筆虧本生意，因為2年前買入嘅時候，可係花咗7億7。波叔睇唔過眼。2020年已經86歲嘅老鋪王被逼出山救仔，佢公開承認銀行都借到爆，咁就貴啲，財仔都要借，要供樓維持商譽。呢番話一出，成個地產界都震驚。波叔喺行內嘅口碑一向好好，銀行對佢信任有加，一般都俾到佢借70%按揭。而家佢公開講要借財仔，可見情況去到幾咁嚴峻。波叔開始親自出馬止血，佢取消咗多宗交易，寧願損失訂金都唔繼續接盤。原定用3.28億買入嘅旺角新填地街日豪酒店，交易期到嘅時候，波叔果斷取消，損失逾3000萬訂金。但比起繼續接盤，呢個已經係兩害相權取其輕。佢仲叫停咗耀星嘅多個養老項目，包括元朗壽廬嘅改造計劃。壽廬係香港出名嘅鬼屋，耀星本來想改造成養老院，但波叔覺得呢個項目根本冇前景，叫停之後將佢轉手賣咗。最令人唏噓嘅係，波叔仲同耀星為咗一個物業嘅用途起咗衝突。耀星用105萬租咗旺角亞皆老街31號物業，打算開酒店，但係波叔強行將佢轉租出去做其他用途，每個月盈利50萬。呢一件事令父子關係一度好緊張。由2020年下半年開始，波叔父子開始瘋狂拋售物業，淨係2020年下半年，半年之內就賣咗15處物業，套現20億，全年放售物業總價值近120億。但呢啲仲未夠，利息嘅雪球已經滾起嚟，每個月要還嘅錢多到嚇人。有熟悉波叔嘅人講，嗰段時間佢成個人都蒼老咗好多。本來佢每日黎明時分都會去海邊游水，風雨不改。但由2020年開始，佢成日游到一半就上水，因為腦海中不停諗住點樣籌錢還債。夜晚都成晚瞓唔着，唔係睇住個仔點樣賣樓，就係同銀行同財仔傾訴。2019年嗰單逆勢抄底，成為咗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嗰年波叔斥資7億美金，大概54億港紙，大舉購入工業物業，成為全港工業地產最大買家。佢接受訪問嘅時候，用洪亮嘅聲線講：Thi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I've ever seen。佢仲強調：I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即使個仔已經係接班人，最終決定都係由佢做。當時冇人知道呢位縱橫香港樓市40年嘅老狐狸，呢次睇走咗眼，更加冇人諗到呢個會係佢人生中最後一次大手筆投資。社會運動加疫情，完美咁摧毀咗佢嘅計劃。嗰啲高價買入嘅工業物業，而家變成燙手山芋，賣又賣唔出，租又租唔出去。2021年5月6號，波叔突然入咗養和醫院。據知情人士透露，即使瞓喺病床，佢仍然放唔低心，每日聽取家族成員匯報業務情況，俾建議同指示。一個88歲嘅老人，最後幾日仲喺度為仔仔嘅債務奔波。5月14號中午，波叔喺家人陪伴之下安詳辭世。由入院到離世，淨係得短短9日。外界猜測，長期嘅高壓同焦慮可能加速咗佢嘅衰老。畢竟眼睇住自己畢生心血一啲一啲俾債務吞噬，嗰種感覺唔係常人承受得到。葬禮嗰日出現咗一個小插曲，一個署名兒子耀雄嘅花圈，俾傳媒發現波叔仲有一個從未曝光嘅私生仔。花圈上冇配偶名字，話明呢位六公子未結婚。鄧耀雄本人冇出現喺葬禮現場。波叔走咗之後，家族進入咗瘋狂賣樓還債嘅模式，但呢次唔係主動減持，
而係被迫割肉。2021年賣咗47個物業，2022年賣咗26個物業，套現56億；2023年賣咗14個物業。步伐放緩唔係因為債務還清，而係因為市場難揾買家。大部分買家都採取觀望態度，畢竟香港樓市一直喺跌，而鄧成波家族賣嘅物業都係以億計，邊個敢輕易接盤？2024年到2025年，至少又賣咗21個物業，涉資45億，累計套現超過300億，但債務仍然未清。而家嚟睇下一啲具體嘅案例，就知道佢哋虧得幾慘。旭逸旺角酒店，2017年11億買入，2024年4.35億賣出，蝕60%。呢個係耀星心目中嘅酒店帝國旗艦，而家變成最大嘅負資產。油麻地旭逸酒店，2018年11億買入，2023年9月5.6億賣出，帳面蝕約5億4千萬，蝕49%。銅鑼灣利園山道地鋪，2017年逾2億買入，賣9800萬，蝕50%。九龍城聯合道新泰大樓最慘，波叔家族陸續賣咗呢棟樓嘅4個鋪面。最新一單係2025年用820萬賣咗地下1號鋪，單個鋪面嘅虧損達到2460萬，貶值高達75%，4個鋪加埋套現4370萬，帳面虧損9086萬，即係話一棟樓虧咗9000幾萬。觀塘駱駝七中心2014年10億7800萬買入，2025年4億賣出，蝕63%。觀塘利寶時中心地鋪1.33億買入，賣2500萬，蝕81%。尖沙咀加連威老道舊樓2018年3億買入，2025年6300萬賣出，6年間蝕咗80%。最慘嘅係西貢康定街5棟廠房，波叔家族早喺2020年已經開始放售，最初意向價25億，之後降到14億，而家市場估值得返9.5億，較1年前意向價低逾30%。呢個項目佔地近13萬方尺，本來可以改造成住宅或者安老院舍，但而家連買家都揾唔到。到2024年，大量鄧成波家族物業已經淪為銀主盤。銀主盤即係銀行收回抵押品之後強制拍賣嘅物業，通常比市價低1成到2成。但喺鄧家嘅案例，好多物業貶值幅度遠超呢個數字。最近俾銀主放售嘅有3項物業：淺水灣麗景園一個高層3房單位連車位，估值約8000萬；旺角漁洲街3號全棟舊樓，估值約3000萬；筲箕灣文興工業大廈3樓全層，估值約2200萬，加埋總值逾1.3億。點解會敗得咁慘？呢個係多重因素疊加嘅結果。首先係接班人嘅戰略失誤，耀星唔滿足於收租，追求成為酒店大亨嘅野心，令佢喺2017到2019年市場高位瘋狂收購酒店同養老院。呢啲資產嘅特點係固定成本高，依賴客流，槓桿重。一旦遇到黑天鵝事件，就會迅速陷入虧損。佢仲犯咗一個致命錯誤，借財仔，向正規銀行借貸，年息大概3到5厘；向財務公司借貸，年息可以高達30厘。當你每年要付出20億利息嘅時候，任何投資回報都會俾利息食晒。據地產界盛傳，鄧成波同鄧耀星當時借財仔，年息一度高達30厘，每借1億，一年光利息就要還3000萬。呢種高息貸款喺樓市上升期可以接受，但喺樓市下行期就係自殺。其次係時運不濟，雙重黑天鵝。2019年社會運動令香港旅遊業遭受重創，2020年新冠疫情更加令旅遊業幾乎清零。耀星買嗰啲酒店，完美撞正咗香港旅遊業最黑暗嘅4年。有人可能話呢個唔可以怪佢，邊個預見到疫情？但問題係，如果你嘅投資策略承受唔到一次黑天鵝事件，嗰本身就係高風險嘅策略。波叔經歷過1997金融風暴同2003年沙士，佢深知現金為王嘅道理。但耀星明顯冇繼承呢份危機意識。
第三係高槓桿模式嘅反噬。波叔一生都喺度玩高槓桿，大部分物業靠銀行貸款購入。呢套打法喺樓市上升期威力無窮，用100蚊本金撬動1000蚊資產，漲1成就係賺1倍。但喺樓市下行期，同樣嘅槓桿會要命，資產跌1成，你嘅本金就虧晒；資產跌2成，你就資不抵債。耀星繼承咗老豆嘅高槓桿風格，但冇繼承老豆買得快沽得快嘅果斷。1997年金融風暴嘅時候，波叔一發現唔對路，即刻踢契止損。雖然有道德爭議，但起碼保住咗元氣。2004年沙士之後，波叔忍痛割愛，1年之內清空幾乎所有物業還債。呢種壯士斷臂嘅決心，耀星明顯冇。當市場轉向嘅時候，佢反應太慢，錯過咗最佳止損時機。第四，香港鋪位市場嘅結構性衰退，呢點往往俾人忽視，但卻係最根本嘅原因。2014年第3季度，香港核心街鋪租金去到歷史最高點，之後10年，核心區街鋪租金已經較峰值下跌超過7成。原因係多方面，內地遊客消費模式改變，電商崛起，港人北上消費成風，高租金逼走本地商家，一鋪養3代嘅神話已經破滅。鄧成波家族嗰啲位於旺角、尖沙咀嘅黃金鋪位，價值已經大不如前。旺角電腦中心都已經式微，以前嗰種發燒友擠爆商場嘅盛況不復再。而家年輕人買電腦上淘寶、京東就得，邊個仲會行去旺角電腦中心逐間鋪格價？波叔趕上咗香港鋪位市場最後嘅黃金時代，而耀星接手嘅時候，呢個時代已經完咗。同樣係香港地產豪門，點解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能夠順利傳承，鄧成波家族卻落得如此下場？差距首先體現喺傳承規劃。李嘉誠早喺2012年已經公開宣布傳承方案，長子李澤鉅接管長和係全部資產，次子李澤楷獲得現金支持獨立發展。更加重要嘅係，李家設立咗4個不可撤銷嘅離岸信託基金，確保家族資產唔會因為內鬥而分崩離析。李兆基家族同樣提前30年部署，長子李家傑負責內地業務，次子李嘉誠負責香港業務，2個人都係恒地聯席主席，分工不分家。鄭裕彤嘅長孫鄭志剛14歲已經俾人送去美國接受系統培養，而家成為新世界嘅掌舵人，做得有聲有色。反觀鄧成波家族，冇公開嘅信託架構，冇系統性嘅接班人培養計劃，6個仔分屬唔同陣營，遺產處置複雜低效。大房3仔同二房2仔之間，表面上和氣，實際上各有盤算。私生仔耀雄更加係尷尬，連葬禮都唔敢出席。其次係風險管理理念嘅差異。4大家族嘅特點係保守槓桿、現金流穩健、業務多元化。李嘉誠旗下有地產零售、港口能源電訊，邊個行業唔得，其他行業仲可以頂上。李兆基嘅恒地除咗地產，仲有煤氣公司，提供穩定現金流。鄧成波家族雖然話百足咁多爪，但核心收入來源始終係物業收租。一旦物業市場崩盤，就冇其他業務救得到命。耀星想搞酒店，想搞養老院，本質上都係地產相關業務，根本談唔上真正嘅多元化。最後係接班人嘅素質差異。李澤鉅喺長和集團基層歷練近30年，先至正式接班。鄭志剛雖然年輕，但係從小就接受精英教育同商業培訓。呢啲富2代、富3代喺接手家業之前，已經積累咗足夠嘅經驗同能力。耀星呢，雖然有 MBA 學歷，但從佢嘅決策睇，明顯缺乏老豆嗰種喺市場摸爬滾打幾10年練出嚟嘅直覺。佢對風險嘅判斷、對週期嘅理解、對槓桿嘅敬畏，都遠遠不及老豆。更加諷刺嘅係，波叔直到86歲，仲喺度強調 I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 即係話直到生命最後幾年，
佢都冇真正放手俾個仔獨立決策。當佢突然離世嘅時候，耀星其實仲未準備好。2024年，有記者喺鄧成波家族辦公室外堵到鄧耀星。當俾人問及會唔會破產，佢答：難通我會同你講情況好唔濟？當然唔會。佢強調，我哋各人都盡自己嘅努力，希望可以度過。如果真係如坊間所言，我哋早就放假唔理，點會喺辦公室出現？呢番話聽落似係強撐，但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咗真實處境。佢哋確實仲喺度努力，只係唔知頂唔頂得過去。最近幾個月，波叔家族成員頻頻聚首，不時現身於成功集團嘅何文田寫字樓同星域集團位於旺角嘅辦公室一帶。身兼波叔遺產管理人嘅二仔耀文同五仔耀星，連同波叔三太徐月等其他成員早前同場出現。有人談話間慨嘆，波叔過咗身之後，生意大不如前。家族旗下嘅公司不斷俾人追債。2024年8月，由波叔同耀星做股東嘅財務公司，俾另一間財務公司入稟高院追款近6900萬。家族旗下嘅漢港控股遭戴德梁行入稟指控未付清所有服務費，連本帶利追討約790萬。物業接連淪為銀主盤，涉及逾億資產俾銀行接管。有知情人士為耀星講話。外界好多人話佢係敗家仔，但實情係波叔離世前仍然主導資產買賣及發展方向，加上而家商業地產市道咁嚴峻，呢個局面並唔係耀星喺2-3年間一手造成。呢番話有幾分道理。波叔2019年嗰波逆洗抄底，本身就一個重大決策失誤，嗰個係佢做，唔係個仔做。只係老爺子命長嘅話，或者仲可以等到市場反彈。但佢一走，仔仔哋就唔得唔喺最差嘅時機割肉。但係無論責任歸邊個，結果都已經冇辦法改變。2025年6月，愛華物業信貸有限公司入稟高等法院，向鄧成波嘅遺產提出破產呈請。呢個消息一出，成個地產界都震驚，一代鋪王竟然真係去到破產邊緣。不過到咗12月4號再訊時，聆案官將案件撤銷，呈請人同鄧成波遺產一方都冇派代表或者律師到庭，破產危機暫時解除，但債務問題仍然未解決。耀文同耀星作為遺產代理人，仲要繼續面對漫長嘅還債之路。一個5歲喪父嘅窮仔，由霓虹燈學徒做起，熬過金融風暴同沙士，建立起800億嘅商業帝國。佢嘅故事曾經係香港夢嘅最佳注腳，只要夠拼、夠醒目、夠敢賭，窮人都可以翻身做富豪。但係時代變咗，市場變咗，遊戲規則都變埋。一號養三代嘅神話喺電商同疫情面前不堪一擊，高槓桿策略喺加息週期變咗絞索，而二代接班嘅挑戰遠比佢想象嘅更加兇險。波叔證明咗白手起家嘅可能，都證明咗基業難以長青嘅宿命。佢由一個電燈仔變成縱橫樓市40年嘅鋪王，再變成臨終前仲要為債務奔波嘅老人家。佢嘅一生濃縮咗香港幾代人嘅奮鬥同夢想，都見證咗一個時代嘅興衰。故事嘅最後，不如記住波叔生前講過嘅一句說話：經一缺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只係呢次恐怕冇後日。喺夜深人靜嘅時候，如果你行過旺角街頭，或者仍然見到幾支老舊嘅霓虹燈管閃爍住，嗰啲係波叔年輕時候親手製作嘅招牌，見證住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東方之珠嘅輝煌歲月。而家嗰啲光一支一支熄咗，正如佢嘅商業帝國一號養三代嘅神話，正如嗰個屬於佢哋呢一代人嘅香港夢。旺角電腦中心仲喺度，但已經唔係當年嗰個發燒友嘅聖地。入口嘅電視幕牆早已拆咗，地下嘅展覽攤位都冇埋，樓上嘅商戶一間一間執笠，剩低嘅都係賣手機殼同充電線嘅小鋪。年輕一代根本唔知道呢度曾經係香港電子產品嘅心臟，曾經係一個窮小子翻身做鋪王嘅起點。
波叔走咗，債留人間。佢嘅6個仔而家要面對佢留低嘅爛攤子。大仔耀宗接近退休，二仔耀文因為俾綁架嘅陰影而低調，三仔耀輝自己做生意唔理家族事務，四仔耀邦雖然有博士學位，但影響力有限，五仔耀星被千夫所指係敗家仔，六仔耀雄連葬禮都唔敢出席。一個家族6條心，點樣團結起嚟渡過難關？但佢嘅故事會一直流傳落去，提醒住每一個後來者，喺呢個瞬息萬變嘅城市，冇嘢係永恆，冇人可以永遠贏。你可以由窮小子變鋪王，都可以由鋪王跌落神壇。唯一唔變嘅係變化本身。呢個就係香港，呢個就係波叔嘅故事，一個關於夢想同現實，關於成功同失敗，關於傳承同敗落嘅故事。而我哋都係呢個故事嘅見證者。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如果鍾意記得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